去年隻國內差點拋了熱瑪吉，朋友一把拉住我說：你先查查首爾的價格再說。一查我才知道，美版熱瑪吉 FLX 就係首爾109萬韓元起，夾下 RMB 不到6000，麗珠蘭希夏均價1600左右，一套打下來，比國內省出一張往返機票。但便宜不是重點，真正值錢嘅係怎麼做，樂不浪費。很多姊妹不知道熱瑪吉和麗珠蘭嘅組合先後順序，直接決定結果。正確打開方式係先熱瑪吉，當天做完，立刻打麗珠蘭。熱瑪界把膠原逼緊，麗珠蘭上急剛收緊嘅地基罐營養液，雙臂加持，反過來做，熱量會加速代謝掉你剛補進退嘅好東西，錢幣挖了一半。所以記住，先緊緻再滋養。我這次在江南站迪奧麗皮膚科做的李光烈院長，15年經驗，高麗大學出身，面診不是一上來就推套餐，而是先看你的皮膚狀態，再夾方案。價格中含同價冇有加價的透露。做完之後，給你幾片醫用修復面膜，特別交代每天敷2次，連敷3天。前3天別蒸桑拿，別油臉，嚴格防曬。對啦，如果能拉2個閨蜜一起飛，迪奧麗現在有3人行送機服務，租換直接安排車送你們到仁川機場，就喺 Biosco 上可以直接查實時價格和院長排班，一鍵預約到店有中文對接，評論區扣迪奧麗，我把術後清單和價格明細發你。